先做幾個深呼吸，俾自己平靜落嚟。隨住每個深呼吸，感覺全身上下都變得越嚟越放鬆，越嚟越平靜。由頭到腳放鬆，放鬆你嘅頭部，放鬆你嘅膊頭，你嘅背部，你嘅腰，你嘅手，整個上半身都放鬆。放鬆你嘅盤骨，放鬆你嘅大腿、小腿，以至到每一隻腳趾，你都得到全然地放鬆。放鬆埋你緊皺咗好耐嘅眉頭，全身上下都感覺到前所未有一樣咁放鬆。感覺有一道光由宇宙嘅深處，好溫柔咁灑落喺我哋嘅身上面，我哋嘅身體得到全然地放鬆，同時呢道光照亮咗我哋嘅內心，我哋嘅內心都可以放鬆落嚟，我哋嘅情緒都可以舒緩放鬆落嚟。不論你而家係坐喺度，定係瞓喺度，又或者任何你覺得舒服嘅姿勢，我哋暫時清空自己，容許自己返嚟自己嘅內在。我哋繼續眯埋我哋嘅雙眼，去感受呢份平靜。而隨住我哋平靜嘅時候，想象面前出現咗一個小朋友，你望真啲，嗰個樣貌係我哋5歲嘅時候嘅自己。佢等咗你好耐好耐，佢一直都好希望同你對話。佢係你嘅內在小孩，一直同你一齊住喺你嘅心裏面。但係因為你一直冇好好去連結自己內心，經常忘記咗佢，忘記咗我哋內在嗰個小朋友，忘記咗我哋自己最童真嗰一面。但我哋內在小孩都依然覺得好開心，雖然佢以前覺得好失望，點解你成日都唔去睇下自己內心，成日都唔去探佢，甚至你冇意識到自己原來可以繼續保留呢個小朋友最純真、最真誠嗰一面。但係呢一刻，佢都覺得唔緊要，因為你已經返嚟自己嘅內心，願意同佢去對話。呢個內在小孩好希望邀請你去感受一下，如果我唔需要諗任何現實層面嘅嘢，唔需要諗我今日賺幾多錢，我需唔需要再返工，我需唔需要搵錢去交租，我需唔需要搵錢去做啲乜嘢，唔需要諗我有冇資源去支持我去做某啲嘅嘢。當我哋唔諗任何現實層面嘅時候，我哋內心最想做嘅係啲乜嘢？可以係好宏大嘅理想，亦都可以係微不足道嘅事。試下俾自己去感受，俾自己去睇下，同呢個小朋友一齊，你內心最想做嘅其實係啲乜嘢？
可能你好快會有答案，又或者係一時三刻可能都諗唔到，因為已經太耐冇人問過我，其實我真正想做嘅係啲乜嘢？真係升職加人工？真係想享受好多好奢侈嘅生活？定係其實好簡單，想喺山上面生活，想種花，想每日都去感受呢個大自然，想同另一半好簡單喺個蝸居裏面煮嘢食，好寫意。又或者係我想成為一個太空人，我想周圍去旅行，我都真係想過一啲好奢侈嘅生活，去感受一下不停去買嘢，原來都好有滿足感嘅感覺。無論你想做嘅嘢係啲咩都唔緊要，無論你係咪即刻可以去知道自己想做啲咩都冇問題，容許自己慢慢去感受返，慢慢重新去連結我哋嘅內在。呢個內在小孩想話俾你聽，宇宙願意去支持你去做一切你真心想做嘅嘢。雖然條路未必係會按照我哋去諗嘅，未必一定係步驟1、步驟2、步驟3，我哋好理想嘅計劃，但係宇宙一定會有最好嘅計劃。當你真心想去做呢件事情，當你堅持去諗呢件事情，亦都如果因為呢件事情你會感覺到好開心、好快樂，宇宙都會想支持你去做。宇宙就係想你開心快樂。你係你嘅世界嘅創造者，你嘅世界係由你嘅內在世界投射出嚟，一切嘅外在都係由你內在去延伸，亦即係話你點樣諗你自己，你點樣諗呢個世界，就構成咗呢個外在嘅世界。如果我哋而家覺得好苦惱，覺得好難過，好大壓力，同樣地，即係我哋有能力可以去創造出屬於我哋快樂、開心嘅世界。無論我哋以前創造咗一個點灰暗、幾唔開心嘅世界都唔緊要，我哋有能力去改變。呢個內在小孩邀請你去感受，如果你有能力去改變你自己嘅世界，改變你嘅生活，你會點做？你容唔容許自己每一句說話都係遵從你自己嘅內心？你願唔願意你每一個行動都係你自己心裏面認同、心裏面想做嘅嘢？你唔再需要取悅任何人，你唔再需要為人哋嘅人生負責任，你只係需要為自己嘅人生負上100%嘅責任。我哋先透過放鬆，然後再去創造，其他嘅一切點樣發生，我哋就交俾宇宙。所以請記住，保持放鬆嘅狀態。你唔需要期待奇蹟嘅發生，又或者係將不可能變成可能，因為你能夠諗到嘅，存在喺你意識當中嘅，就一定係你有能力、你有機會可以創造嘅實相。你本身就係生命嘅奇蹟，我哋只需要去放鬆，去感恩擁有嘅一切，同時去想象我到底真正想做嘅嘢係啲乜嘢？係咪我真心覺得快樂、開心嘅事？快樂係啲乜嘢？熱情係啲乜嘢？
我哋試下俾自己同呢個小朋友一齊去重拾返呢啲嘅感覺。我哋去想象，當我哋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，我哋嘅感覺係啲乜嘢？嗰份情緒係點樣？如果今日你願意承諾你自己，承諾同你嘅內在小孩一齊，以後無論發生啲咩事，我都可以義無反顧地做自己。我願意容許自己去做自己，去愛自己，亦都願意讓到其他人去做自己。我哋只需要放鬆，放低自己嘅控制，保持信任，容許自己過一個快樂嘅人生，容許宇宙去安排，相信宇宙，同時都係相信你自己，相信生命嘅運行。我哋相信生命會將你帶去更加快樂、更加適合你嘅生活，當中一切嘅過程都係為咗成就更加好嘅自己，更加適合你嘅自己。保持你嘅信念，保持你嘅相信，保持你嘅喜愛，你嘅熱情，將呢份感覺，將呢份想要、想做同埋快樂享受嘅感覺灌注喺你生活當中，每一步你都記住，宇宙支持你去做真正嘅自己，你嘅內在小孩支持你，每一步都為自己而發聲，真正學識愛自己，宇宙會支持你。